第16章鴻門宴，今晚過後可以100%肯定，這段血海深仇會有一個了斷。兩個人只有一個能夠行返出去。講述地點：油麻地鴻門酒樓，被包場，到場人士約200多人，所有社團也有代表出席。這夜風颳得急，一股不尋常的氣氛散漫整個鴻門酒樓。酒樓已打烊，卻坐住差不多全香港江湖猛人，氣勢強勁得不能再勁。街上路過的人不敢正視，他們只怕偷偷的一眼，便惹下滔天大禍。其中有150人穿了整齊西裝，身形高大，中間就是現時聯發社最高領導豺狼，而他們這一群人最有隊形，可見聯發最強紅軍精兵盡出，不作保留。而且當中4人身上持有手槍，任你張飛一個打100個，也不可能敵過4支鬼槍同時出擊。就算真係打你唔死，所有台底也藏着長刀，誓要白紙入紅紙出。今夜我倆只有一個可以活着出去。鴻門酒樓是聯發在油麻地的勢力範圍，老闆一向有交陀地，今次借用作江湖飯局。廳中放置20圍圓桌，每桌坐10至12人，中間擺放茶水，台底放滿牛肉刀。場中聯發的精英高層大部分全都是紅棍級打仔，最前面就是主家謝，除了豺狼外，左右兩旁就是社團中最強打仔，約有8人，其中1人手持手槍，另外2支在後面2圍。只要豺狼一拿打火機點火，他們3把槍就向張飛為中心作三角形射擊。至於最後1支槍，豺狼就沒有告訴門生。另外4圍就是和英堂與魯慶會，他倆也受着聯發的利益，一早協議幹掉張飛，吞併鴻飛社。最要命的是和英堂來了第3當家 Kenny， 這人能與張飛齊名，江湖上唯一的雙花紅棍，能夠和張飛單挑，而且未分勝負，他肯定是張飛最大難關。最後2隻來自香港區和新界區的代表，為首2人和豺狼認識，但未算深交，鮮有合作機會。今晚江湖4大天王全部到齊，另外2位天王其一就在香港區那一圍當中，只有8個人未算人強馬壯，但這8人是活躍於香港區的社團坐館，他們也同時跟住一個人，這人嚴格來說並不算有黑社會背景，年約26、7歲，身穿西裝，打扮斯文，眼神精光四射，頭腦非常英明。原來他是香港第一首富劉皇身邊的大紅人，此人是英國劍橋碩士生，他以極輕年紀畢業，再往法國當上傭兵，只用5年時間當上少校級別。退役後回香港加入劉皇的漢朝集團，一次劉皇險被賊人綁架，幸好得他出手相救，才幸免於難。其實綁架案只是他自編自導，他從此便得到重用，加上劉皇的兒子們是不肖的2世祖，這更使他漸漸掌握大權。的確他實在太能幹，無論金融、地產、股市和其他生意，他都眼光精準，大膽擴充。後來劉皇身體日差，還不知怎的染上毒癮，更令劉皇對他言聽計從。這個人是靠很強的政治魅力獲取權力，以出眾的口才獲得大眾支持，而且善於挑起人群的熱情、憤怒與恐懼，推動公司下屬和江湖人對自己個人崇拜，擴展勢力。就如希特拉和史泰林般的獨裁者領袖，控制大局。但漢朝集團當中眾多比他高層的老臣子也對他妒忌和不滿，令他樹敵眾多，很多人都想趕走他。他是曹先生 Michael Choi， 另一位同樣有5、6個新界社團坐館和一些鄉親區代表、村長坐住，同樣以1人為尊。此人是江湖人，年約26、7，也同樣在英國留學，不過只是掛名的野雞大學畢業。他在唐人街的華清社團早已打響名堂，看樣子像張飛那種老粗土豪型，沒有曹先生那種冷靜沉着和深藏不露。他面上有1條刀疤，
也聽說他和 Kenny 曾有過節，而他同樣對軍事有興趣，去法國當上傭兵，和曹先生是隊友，同樣表現出色。5年後當了上尉後一起退役，回新界元朗領導社團新界聯盟，與各路社團建邦交友，出任第2任新界聯盟召集人。如此陣容，張飛九死一生。孫堅主要經營走私、大陸偷運人蛇，還有一半黑道業務等，另外也有土地套丁、買地、物流、建築、湖地產等正行業務，而且他也同時是鄉村界代表，有意從政。他旗下有大量膽正命平的南亞兵團，好勇鬥狠，又價廉物美，全因他幫南亞人蛇安排好酷刑申請、拖延和自簽擔保、尋求政治庇護的假難民一條龍服務。社團更提供住宿和生活費，訓練他們執行不法活動，當打手、劈友，甚至升級成殺手等。當時是他創的先河，這就是他很快冒起的原因。他身形高大，相當好打。在張飛還年少時，他絕對是江湖第一拳王。直至現在，有很多人也希望他倆一較高下。今次和張飛碰頭，未知會否擦出火花。他是新界4大家族的最大族群孫氏代表孫堅。香港開埠以來8年，江湖上從未出現這麼耀眼的年輕巨星。人們經常會把這4位巨星作比較，表面上大家各有才能，最會打的是張飛，上位最快的 Kenny， 最專業、最財雄勢大的 Michael， 最人腳馬壯的孫堅。所有賓客通通到來，場面緊張，客人不斷抽煙，弄得煙霧彌漫，令氣氛更加詭異。滿街也是黑漢，普通人都不敢靠近，何況小孩。除了他終於來了，目標人物出現，迅速被黑漢包圍。孩子好心提醒他，勸他不要走近。張飛，我係專登嚟㗎，我就係要入去示範俾人哋睇，咩嘢叫真正嘅大佬？真的嗎？Yuki 被豺狼的人挾持，那他真的要一個人來嗎？但這等同送死沒分別。門口站着連發4名印度打仔，用意向張飛搜身。豺狼是故意用這4名高大的印度門生，因為根本沒有人敢自願向張飛搜身，所以最好找這不懂事、不熟悉張飛這4個印度人。他們聽到沉重的腳步聲，一個高大少年每踏一步，也像進一級步向絕路。但他只是為等閒事，或者此人天生腦袋就沒有恐懼的基因。千呼萬喚宴會的男主角終於到來，張飛，他果然夠雷夠薑，為兄弟單刀赴會，何等英雄氣概！他今次來的目的係要話俾人知，我先係真正嘅江湖大佬。他今天穿住了貼身背心和一條較貼身的牛仔褲，手持一部細小的水壺型手提電話和一包煙，沒有任何武器。4個印度人攔住，飛哥啊，今晚個 party 要搜身先喎。其實所謂搜身，是指針對張飛一個人做。張飛，你咁，你信唔信我一巴掌可以打得死你？那印度人不其然心頭一震，自然後退一步。張飛，你4條濕鳩路馬路嚟到香港，去酒店揾份開車門做啦，走去跟人。不過過埋今晚之後，你哋好快會從良啦。那個濕字一出，印度人連忙用紙巾抹面臉。張飛從來冇種族歧視的想法，但敵人例外。豺狼叫：算啦，俾佢入嚟啦，佢都一眼見晒，都唔會有嘢噶啦。由於挾持 Yuki 要他安全的條件，只可張飛一個人前來，而且他身上貼身衣服不可能隱藏武器，反正自己也勝券在握。張飛步向主家席，豺狼坐的位置對面已經留了為他，這個位置最有利，是手下射擊目標。沿途眾人向張飛打量，這位少年坐館，天王的風采，究竟他有什麼能耐，可以極速冒起，又如何過這一關呢？這一夜對決，決定將來誰主宰九龍第一大幫。為什麼他可以毫無懼色，眼神中的銳利和克服困難的把握，那種氣定神閒，只能說他天生就不是凡人。
張飛毫不客氣，大刺刺坐在主家隻豺狼對面，他左右兩邊位置空置，對面全是豺狼和他的人，眾人屏息靜氣。張飛突然舉手，所有人變得很緊張，要動手嗎？槍手急急伸手入西裝袋，準備拔槍。豺狼焦急地執回台面的打火機，握回手中。豺狼一出現點火暗號，就是決定開槍訊息。他只要一猶豫動，就把他打成蜜蜂豆。大家交換着眼神，隨時動手。張飛此時卻反高潮地說：伙計，麻辣米線啦，唔該伙計。好啊，飛哥，大碗俾你。全人當時鬆了一口氣。一開始大家就被張飛玩弄，最重要是三位槍手的位置已經從動作中曝光。張飛拿了包煙出來點火抽，大家還是金睛火眼看着他的一舉一動，是否每一個動作也有開戰的暗示？但沒可能吧，這裏全是豺狼的人。豺狼點解咁遲先嚟？張，屙屎咯。狼，屙屎，成棚人等緊你，你有冇問過我㗎？張，聽你咁講，咁我下次屙篤屎都經過你把口先咯。答得妙。旁觀者辛苦地忍笑。狼，叫啲嘢食都好嘅，食飽啲啦，食埋最後呢餐米，安心上路咯。張飛都費事理你，只顧着抽煙，對他冷笑，笑容中完全看不起這個敵人。豺狼問：你笑乜？張，你又講咩啊？火藥味漸濃，場面緊張，侍應出奇地快送上麻辣米線。張飛連忙吃個痛快，更發出滋味的說聲，食相自然投入不做作，身體毫無防備，舉動完全不放豺狼在眼內。天啊！全香港所有社團精英全雲集在此，而且他們可能有大量刀手伏擊，甚至乎有槍，還有人質在對方手上，一個弄不好就10個張飛也不夠死。